80萬粉網紅陳思泰國荒野脫褲裸團，財物遭洗劫。緬甸籍 LGBTQ 網紅 Khotin So 被發現陳屍林中，慘遭脫褲洗劫，死狀淒慘。泰國邊境城鎮美索近日發生一宗駭人聽聞的命案，在 TikTok 上擁有逾80萬追蹤者的緬甸籍 LGBTQ 網紅 Khotin So， 在18日深夜離奇失蹤後，被發現陳屍於隱密森林，遺體被發現時死狀極其慘烈，臉部遭重創毀容，下半身衣物更被吞至大腿處，隨身昂貴金飾與最新款手機皆遭洗劫。泰國警方研判，這是一起針對熟人性格弱點所設下的誘殺陷阱。森林深處的慘劇，木棍重擊致死，貴重財物洗劫一空。根據泰國日報 Thai Rat 報道，20日當日，一名在達府美索縣巡視土地的村民，在人煙罕至的樹林草叢中聞到惡臭，隨後發現趴臥在地的遺體。警方封鎖現場調查，發現死者頭部遭到鈍器多次重擊，導致塌陷變形，身旁留有一根沾染血跡與肉屑的粗木棍，極大機率即為奪命兇器。令人質疑的是，現場遺留的物品極其凌亂，包括酒瓶、銀行存摺，甚至還有散落的保險套。死者生前佩戴的重型金項鏈、金戒指、金手鐲，以及價值不菲的 iPhone 17手機均不知去向。警方初步研判，兇手在行兇後曾刻意佈置現場或企圖侵犯死者，以干擾偵辦方向，但核心動機仍指向強盜殺人。警方懷疑兇手極可能是不滿死者在社群上高調展現財富，或是存在私人情感糾紛，進而夥同共犯設局。這名年僅25歲的網紅，生前以精湛的化妝技術與幽默風格走紅緬甸與泰國，粉絲紛紛衝入其 TikTok 留言哀悼，願死者一路好走，奉勸網民在網上才不可以露眼。